就好啊呢，放保特瓶，两两拢会使啦，只要两粒，啊有会当洗碗，搁放啥？拢会当洗。再压肥，啊个压灰哦，哦，这无份子加好用哦。对，啊，伊洗完了，洗完水去加落哦，持续使用哦。哦，像持续使用，这样用过盖哦。有，会当用做些盖哦。一包安尼卖一包。啊，一包，啊，这被记起来啊。啊，这被记起来啊。哎，黏迄是个皂素哦。哦，黏迄是个皂素，啊，免冰的哦。免。哦，哎，那这是咧做有机会哦，还是做迄个？你这个哈，我讲，你这个消息啦哈。咱用对无？哎，水用了对无？哎，佮加落佮用，一直用到无配啊，对无？这肉有无？你可以加塞迄个树啊的下底，伊就会做肥料。哦，赞，安尼才好用。这下降的有机会。哦，这高价值的有机会，无份子。哦，啊，这咱新营还是柳营这太空有机农场这咧卖，这假日市场咧卖。哦。我咧说问你话拢有配有无？哦，这个配有无？这个配。无份子哦，真搞，真用心哦。哦，要用心来制作，哦，真搞，可以了啊，哦，谢谢，哦。这头毛这辛苦拢有。哦，拢会使哦，这头毛这辛苦拢好哦，洗碗拢会使哦。哦，我要做肥料，用啊灰的哦。啊，真好用啊哈，无份子，一包100块。哦，一粒子2粒子，放保特瓶，就这个薯配。啊，咁还稀释啊？哦，感恩啊，谢谢。哈哈。